镜头等下过来关心伫昨早7:58分发生规模7.2的大地震，湘北的进度拢有达到5级，台北的部分伫一寡工地嘛，因为有更紧对顶悬落落去撼到隔壁住户厝边斗的厝尾顶。另外，伫南机场夜市的老公寓厝，袂堪你地震，这更紧拢走出来，规个厝嘛拢有危险。现场已经成立前进指挥所，要安排来建筑部看讲这个所在敢会当住人，嘛已经有大红单，计共有10栋50户封锁开。东面条地震又搁真厉害，伫台北市建路一段巷口内工地更紧位悬的所在落落来，其中一个讲到隔壁住户出楼背顶的壁，实在真惊人。有人非常受到角度翕，因家落落来，工地大楼硬蓬蓬，但第一个工地也传出灾情，吊臂弯45度，现场有封锁线，经常经过吊牌吊车来刷掉。好化主体厝顶有问题，因为海较真厉害，亲像水墙下落来。又发现有大片的泰路浸破去，港界南机场夜市附近老旧公寓受地震影响，内壁北路条外更紧用要流出来，住户是心惊惊。刚买菜回来就开始有轻微的震，很用力震的就赶快跑出来，也不晓得里面发生什么事。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这样。楼梯表面被开，砖落落来，现场经过勘查，结果技术鉴定，毁败联动建筑物有立即的危险。现场成立前进指挥所，针对有公共安全记录的建筑物打红单，基于统计有10栋50户需要疏散到附近国小。专家研判这几楼无适合大，爱加强结构体。到这种程度的话，就是最好不要再居住了，尽量不要进来太久，因为余震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。目前的话，户籍资料有70多人，所以现在还在掌握当中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我们也试着现场来做一个通知。因海路的大楼也传出民众因为地震受困在电梯，警方赶到现场安插民众，也公布联络电梯维修人员，顺利协助脱困。谢谢。我爽快了。连接上北中正桥也喊甲真厉害，技术也努力调载。西地高架桥的小客车客运拄到地震，马上减速停驶。桥上饮料店的看板，毋是落落去，就是悬空。各地灾情未少，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提醒做一级开设。各地灾情有停电、漏水、加速管破气顶，加建筑物损毁，至少11人轻伤，2人重伤。那2位是在施工过程当中，因为地震导致的乙炔钢瓶倾倒爆破，所以这2名男性工作人员身上有68%烧烫伤，也已经送到台大医院。台北大高端暗时有中心下地主场赛事，反向启动巡检，商场甲影城这2栋发生部分水管脱离，无情还伤亡甲重大灾情。球赛正常举办，会继续检查球场设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